見唔同客要配搭唔同顏色嘅西裝，見後生客要着淺藍色，代表未來同希望；見中年客要着深灰色，代表穩重同實際；見闊太可以着少啲，同練定身上嘅肌肉。有個有暴力傾向嘅客打嚟問，高爾夫球手可唔可以報工傷？當然可以，長時間用電腦 mouse， 唔少人有呢個情況。你下屬係俾高爾夫球棍打斷手，咁唔算高爾夫球手喎。一係咁，你認真諗下支高爾夫球棍係唔係放響高處，係唔係巧合地跌落嚟打中佢隻手，再揾醫生白紙黑字證明你呢個講法，咁應該都可以計入工場嘅。命仔要緊，我唯有即興咁講。有冇醫生肯幫佢寫？我唔知喎。總之最後受傷嘅唔會係我就 OK 啦。email 見到公司派咗啲藥粉俾我。咩係藥粉？一旦保險代理人離職，佢已經無權再跟進佢嘅客戶，呢啲客戶就被稱為孤兒，英文叫 orphan， 俗稱 orphan。公司會將呢啲藥粉分俾靠得住嘅保險代理人。我個月都收到幾個粉㗎。有啲同事對藥粉不聞不問，因為佢手上批客已經足夠佢鬧到風生水起。我呢啲個月都掹緊嘅，每一個粉都可能係我嗰個月嘅救命稻草，所以我一定會逐個打電話噓寒問暖。我嘅字典裡面亦冇粉呢個唱，只有金粉。